周小松議員。主席，今年施政報告民生部分篇幅最大，其中支援保障勞工方面都有多項措施出台，回應咗同採納咗我本人同勞聯提出嘅一啲政策倡議。我感謝政府對基層勞工嘅持續關注。下面我就勞工嘅相關議題就發表我嘅睇法。首先，我講講輸入勞工嘅政策。施政報告強調要確保本地勞工優先就業，立場明確堅定，值得肯定。而且今次仲對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做咗個小手術，收緊輸入侍應生同初級廚師外勞嘅申請條件。除咗要做多2個星期本地招聘同埋參加實地招聘會，人手比例都改為以招聘嘅同職位本地僱員作計算。以往有部分僱主做本地招聘嘅時候，確實唔係太認真，可能諗住就一心請外勞。見到本地嘅求職者其實都係純粹走程序、走過場，堆砌好一啲理由，話唔合適咁就唔請。新嘅措施減少咗造假嘅空間，有助提升請到本地人嘅機會，達到防止濫用制度嘅目的。而實行更加嚴謹嘅人手比例，確保有一定嘅比例嘅職位留俾本地工人，進一步都貫徹咗本地工人優先就業嘅原則。我希望政府嚴格執行有關嘅新嘅措施，並喺實施一段時間之後呢，將呢一啲嘅規定咧擴展到所有要求輸入外勞嘅一啲申請。新嘅措施係有助喺申請嘅階段防止濫用，但我都希望當局能夠持續加強後續嘅監察工作。唔少嘅工友都同我反映，僱主好多時請咗外勞之後咧，就揾啲方法去逼年資高、人工高嘅一啲僱員咧去辭職。例如不斷咁加大工作量，或者做一啲唔合理嘅工作安排，等到你自己捱唔住就自己走，最後啲工作咧就交晒俾外勞去做。另一個濫用機制嘅招數咧，就係所謂平請貴用，即係用以較平嘅工資去聘用低職級嘅外勞嚟到香港之後咧，就做一啲高職級嘅工作。例如請一啲初級廚師嘅外勞嚟到做大廚、二廚嘅工作，從而咧就節省成本。雖然呢啲都係嚴重嘅違規行為，但係即使俾勞工處捉到，最嚴重嘅行政處分都只係停止輸入外勞2年，其實阻嚇力係嚴重不足。我建議當局研究加強罰則，同時咧應該要求輸入外勞嘅僱主定期申報全職嘅本地僱員同埋輸入勞工嘅資料以及人手比例。如果個比例唔達標，或者發現本地僱員突然間大幅減少，當局就應該盡早去介入調查跟進。除咗加強監察防止濫用，對於輸入勞工嘅政策，整體嚟講，我認為應該建立一套動態評估嘅機制，定時，例如每3個月一次，就個別行業嘅人力需求同埋供應嘅情況進行檢視，並按照實際嘅需要對輸入勞工嘅政策作出局部嘅動態嘅調整。以目前飲食業嘅情況為例，行業嘅失業率已經達到6.8%，本地咧就有大量嘅勞動力，失業嘅勞動力咧就等待消化，再加上早前已經獲批准嘅3萬幾個外勞，以及過萬宗等待審批嘅外勞申請個案，人力供應嚟講係相對充足。依家成個行業嘅情況已經有所改變，職位空缺持續減少。我認為咁樣嘅情況咧，就應該先緩一緩，我哋暫停審批一段時間，等到情況改善之後咧，我哋再考慮恢復。喺保障本地勞工嘅就業機會方面，施政報告亦都提出加大力度打擊非法勞工。近年黑工問題嚴重，滲透咗多個行業，由裝修、砌家私、網約車司機、外賣員，到攝影、化妝，都見到黑工嘅影子，嚴重影響咗本地勞工嘅就業機會。我樂見政府展示出致力打擊黑工嘅決心，期望由保安局新成立嘅跨部門反黑工專責組，透過跨部門合作，盡快制定一套整體嘅應對策略，多管齊下，打擊同預防非法勞工嘅活動。主席，
我一直關注數碼平台工作者嘅權益保障。我樂見今年嘅施政報告有所回應，提出將會立法完善平台工作者工傷補償機制，作為一種新嘅就業形態。平台工作者喺香港興起呢，就不過數年嘅時間，政府就提出立法保障工作者嘅權益，呢一點係值得讚賞嘅。我期望法案能夠清晰釐定平台公司同平台工作者之間嘅關係。涵蓋嘅範圍呢，就除咗較常見嘅平台外賣員同送貨員之外呢，亦都應該去包括將來要立法規管嘅網約車司機。同時呢，我都希望除咗淨係保障工傷補償機制之外呢，即係建立一個工傷嘅補償機制之外呢，其實仲希望能夠觸及退休同埋收入保障等等方面。為平台工作者咧提供更加全面嘅保障。另外，今年嘅施政報告亦都提出優化再就業津貼計劃，我十分認同。再就業計劃係特首喺2023年嘅施政報告宣布推出，目的就係釋放潛在嘅中高齡勞動力。當初預計3年咧就大概有6000人受惠，但係直至今年8月咧最新嘅數字睇到，參與計劃嘅人數已經超過5萬人。而就業嘅個案呢，亦都超過27000宗。雖然個計劃明年先至做檢討，但係基本上已經可以講計劃係相當之成功，甚至係遠超預期個後果。有咁多中高齡人士參與計劃，其實都係印證咗以往我一直強調，只要有適當嘅誘因，其實係吸引到唔少離開咗職場嘅中高齡人士能夠重返就業，而當中夠值得留意嘅係60歲以上嘅個案呢，有1/4。計劃係針對釋放銀色生產力有正面嘅幫助。日後喺檢討過程中，應該考慮係咪仲可以喺現有基礎上再增加啲鼓勵嘅措施，例如話增加啲資助額，或者有就業支援方面呢，更加強一啲。今年政府喺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由政務司司長帶領各局去制定政策。銀色生產力都係要研究嘅項目之一。我期望工作組能夠將推動銀色就業嘅議題從宏觀嘅角度去整體去睇，除咗用好現計劃，包括再就業計劃之外呢，都能夠解決銀齡人士就業時面對嘅一啲痛點，例如過往我都提及嘅職場歧視嘅問題，係咪都有空間去研究點樣去落實防止職場嘅年齡歧視呢？仲有點樣去推動更加多僱主願意落實長者友善嘅僱傭措施？主席，今年嘅施政報告繼續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我係非常之支持。對於政府呢一次仍然未能夠落實為低收入人士代供強積金嘅安排，我係感到失望嘅。我期望政府喺未來嘅施政中呢，就繼續關顧基層勞工，循序漸進改善勞工福利，持續加強職業安全嘅保障。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通過致謝議案。